654。四常独详为此子之风度，虽经国之术无足多谈，而进退之理，良可言矣。注一拔音不莫反，拔足也；一音同八反，一两通。注二头会天之嫌隙。注三说文曰：蝉蜕所解皮也，言去为至贵也。退阴税。注四言容之心时欲去权贵，以地不纳，故常循恭顺。四若不得已然者也。故自孟孙少以上公主为黄门侍郎，一豪览书传，喜兵法，贵显用事。中元元年，袭父有封显亲侯，显宗即位，迁中郎将，兼与林氏。二后作从兄目有罪，废于家10余年。时天下易安，帝欲尊武帝故事及匈奴通西域，以故名袭边事35年。东拜魏奉车都尉，四以骑都尉耿忠尉副，五业者仆射耿炳尉，驸马都尉秦鹏尉副，皆至从事司马，并出屯凉州。明年，故与中律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卤水羌胡62000骑出酒泉。塞耿炳秦鹏律武威陇西天水牧氏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。西右太仆季琛度辽将军吴唐江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11000骑出高阙塞。八旗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江太原。雁门代郡上古于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。11000骑出平城塞。故中至天山，久及呼衍王斩首1000余级。呼衍王走，追至蒲类海。时刘立士屯伊吾卢城。11耿炳秦鹏绝没600余里，至三木楼山。12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鲁，皆奔走，无所获。既称吴唐作不至卓斜山，免为数人。时诸将为固有功，加位特进。明年复出玉门及西域赵。耿炳及其都尉刘璋皆去扶船以属故。13故遂破白山，将车师，是以拒耿炳船，故在边数年，羌胡服其恩信。14 DG 655。注一序汉书曰：给事黄门侍郎610。注二序汉制曰：宣帝命众郎将其都尉兼羽林，至比2000。10注三故就随戎在河西，小之边事也。注四序汉制曰：比2000时，长欲成于。注五中颜子也。注六岸黄水东京临羌县故城北，右东卢西水注之，水出西南卢川，及其地也。注七居延塞在今甘州张掖县东北。注八高阙山名在朔方北。注九及祁连山也，今在西州交河县东北，今名祁县罗曼山。注十蒲类海，今名婆西海，在今亭州蒲昌县东南也。注11伊吾，今伊州县也，本匈奴地，明帝至夷河都尉以为。屯田故地今伊州纳直县伊吾故小城地势。注12匈奴中山民。注13专将兵者，并有服船，拟何之取信？今去服，皆受故之。节度。注14东关记曰：羌胡见客，至肉未熟，人人常跪前歌之。写刘止贤，尽之于故，故者未旦，不会见之，是以爱之如父母也。肃宗即位，以公主修斥慈爱，累世崇重，加号长公主曾，邑3000户。征故代为应卫大鸿胪，必以其小袭边事，每被访及。建初3年，追录前功，增邑1300户。7年，代马防卫光禄。徐明年，复代马防卫卫尉。故久立大位，甚见尊贵，赏赐租禄。资累巨邑而信谦俭。DG 656。爱人好诗，是以此称之。章和2年卒，谥曰文侯。子彪至社。生校尉，先故族，五子国除。县字伯度，父勋被诛，县少孤。
建初2年，女帝立为皇后，拜献卫郎，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，帝笃为黄门侍郎。兄弟亲信并是公省，赏赐累积，宠贵日盛，自王主及鹰马猪，家目不未旦。现是工业生意，遂以建职请夺庆水公主原田。一主逼位不敢继，后肃宗嫁出过园，只以问县，县因喝不得。对。二后发觉帝大怒，召献妾，则曰：深思前过，夺主田园。10和用御赵高指路为马。39念使人金部，袭永平中常令。因党因伯邓蝶3人更相纠察。4故诸豪期莫敢犯法者，而诏书切切，吾有以旧事田宅未言。今贵主上见枉夺，何况小人哉？国家器械如孤雏服属耳。6现大证据，皇后未悔服申谢，良久乃得解，实以填海主。虽不绳其罪，然亦不受以重任。祝宜庆水公主，明帝女。祝2因喝游耶塞也。因于进反，喝因一介反，或作污，因污故反。祝3欲游差也。赵高解建灵帝纪。祝4以因邓皆外戚，恐其愚耻，故使更相纠察也。因亲之子。祝5切切由秦秦也。祝6鸟子生而着者曰除。和帝即位，太后临朝，现以侍中内干机密，一出宣告命。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，笃帝仅因病中常侍，于是兄弟。PG 657皆在亲要之地。现以前太尉邓彪有异让，先帝所敬而人后违。随2故尊崇之，以为太傅，令百官总己以听。其所侍卫则外令彪奏，内白太后，事无不从，又屯其效。魏桓玉累世帝师，而幸何退自首，故上书谏之，令受精进中。所以内外协父，莫生一义。祝一干主也，或曰古管字也。祝2尾随由顺从也。现信果疾，睚提之月莫不报复。一出永平时，业者韩於。常考何父勋谕，现遂令克斩於子，以首祭勋仪。其商王子都乡。侯创2来调国忧，3倡速行邪僻，与步兵校尉邓蝶亲属数往来。京师因蝶母源自通长乐宫，得信太后，被诏议上东门。现据见信，分公省之权，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众，4而归罪于畅。帝立侯纲，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纲等。后世发觉太后怒，必陷于内宫。注意睚因于解反，提因是谢反。广雅睚烈也。或位列提称穆茂。史记曰范辉睚提之怨必报。祝2其商王明时，伯生孙张之子。祝3张帝崩也。祝4屯兵宿卫之所。献巨诸自求及匈奴以赎死。会南单于请兵北伐，乃败献。车骑将军金印子寿官属一司空，亦以直金吾耿炳为副发。北军武校2黎阳雍营原边12郡骑士3级羌胡兵出塞。云年，献于丙各将4000骑及南匈奴左谷里王狮子4万骑出朔方。PG 658基路塞南单于屯涂河5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弘。6级原边亦从羌胡8000骑，于子贤王安国万骑出故阳塞。7皆会着斜山。现分遣副校尉严盘司马耿奎耿谭江左谷。李王狮子又呼衍王须资等8精骑万余于北单于战于基洛山，大破之，鲁西崩溃，单于遁走，追及诸部，遂临思取彼堤。海九斩明王以下13000级，或牲口马牛羊驼驼100余万头。10于是温独须日逐温吴夫渠王柳堤等81部律西将者。
前后20余万人。献丙遂登燕然山，去塞3000余里，克石勒。公既汉威的令班固作名曰注意一准也。常使1人迁10，愿属29人令史籍，御属32人见续汉制也。驻二汉有南北军，北军中后1人600石，长领5营。见续汉制。驻三汉官仪曰光武中兴，以幽蓟并周兵旗克定天下，故于黎阳立营，以业者兼之。又曰扶风都尉部在雍，现以凉州进羌，数犯3府，将兵卫护园林，故俗称雍营。驻4狮子其名也。驻5屯屠和单于名也。驻6邓禹少子。驻7故阳在五原郡，故因故。驻8呼延其号，因以为姓，匈奴贵种也。今呼延姓氏其后。须兹名也。驻9匈奴中海名也。驻10陀因托。DG 659。为永元元年秋7月，有汉元就约车骑将军窦宪，迎亮盛名。更邑王氏，遗纳于大陆，为亲继熙。尔乃与执金吾耿炳庶职。荀彧礼宾于朔方，散阴阳之效，吃虎之事，原该6师4骑。南单于东乌桓西戎低羌侯王军长之偶，骁骑3万。云戎轻武，长谷4分，五云资毕路，万有3000余乘。6乐以8阵独以威神，7玄甲曜日诸其降天。8岁临高阙下。击鹿金气鲁绝大漠9斩温鱼以杏骨血湿竹以染恶。10然后4啸横卒心流会扫萧条万里也无一寇。于是欲灭驱班反沛而旋考传燕图穷览其山川。遂于卓协跨安侯乘燕然聂莫独之屈落焚老上之龙庭。11上以书高文之素愤光祖宗之玄灵，下以安固后嗣徽破晋与镇大汉之天生。12兹所谓一劳而久逸，战废而永宁者也。13乃遂封山堪石，昭明上的。14其辞曰注意营静亮信也。上书曰二公弘化迎亮天地更生也。义福也。祝2孔安国注上书曰陆也，纳之使大陆万机也。周颂曰为亲继熙。郑玄注云光明也。注3左传曰小有数职，大有巡公。又曰出曰礼。丁注4阴阳，如阴之非阳也。诗云为师上父，实为阴阳。师山神受刑也。史记曰如熊如皮，如柴如梨。徐广曰礼与吃同，该备也。诗云整我6师，以修我。戎注5骑疾也。元戎兵车也。诗云元戎10乘以先起行。轻武言疾也。长谷兵车 TG 660注6资车也。称云言多也。注7兵法有8阵图。注8玄甲铁甲也。前书曰发蜀国之玄甲也。注9沙土曰墨，直度曰绝。注10温于施竹皆匈奴王号也。周礼杀人以血涂骨位，知性恶刃也。注11四孝四面之孝，横卒横行也。心流会扫言疾也。安侯水民，莫独单于头曼子也。屈洛为东灭东胡，西走越氏南取楼烦，西收秦所夺匈奴地。莫独子姬周号老上单于。匈奴5月，大会龙庭，祭其先天地鬼神，今皆焚荡之。注12高帝被莫独单于围于平城7日。孝文帝时匈奴寇边，杀太守帝欲自征，太后不许，破开也。天生雷霆之声。甘泉赋曰天生起兮勇士力，辉大也。
注13，杨雄曰：以为不依老者不久义，不战废者不永宁也。注14，上游志也。老子曰：上的不得是已有的。朔王师西征荒邑，一剿凶灭西劫海外，二凶其鸟西艮地界。三封神丘西见龙可。四西地载西镇万事。五，注一朔，美也。诗曰：于朔王师，尊养实惠。注二角，绝，节整齐也。诗云：乡土烈烈，海外有节。注三凶，鸟皆远也。艮近也。注四神丘极燕然山也。方者谓之碑，远者谓之节。歇一节也，谐韵因其力反。注五西，广也。载，是也。书曰：奋庸西地之载。T.G. 661。现乃班师而还。遣军司马吴四梁凤，奉金帛以北单于。宣明国威，而兵随其后。使鲁中乖乱，四奉所到，折招降之。前后万余人，遂集单于于西海上，宣国威信，致以诏赐单于。稽首拜寿，奉因说宜修乎韩邪故事，保国安人之福。亦单于喜悦，即将其西与奉拒海，到司渠海，闻汉军已入。塞，乃遣弟右温于堤王奉共入室，随奉一缺。现以单于不自身，告奏还其事地。南单于于漠北一县谷顶，戎武斗，其傍名曰众山福顶。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，现乃上之。诏使中郎将持节及5员拜县大将军，封武阳侯，11.2万户。现故辞封，四策许焉。注意言依附汉家，自保护其国也。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款塞，朝于甘泉宫，请留居光禄塞下，有疾保汉受降成也。就大将军位在三公下，至官属一太尉。一县威权镇朝廷，公卿西旨奏县尉次太傅下，三公上。常使司马至众2000石，从事中郎2人600石，自下各有增。镇旅还京师。于是大开仓，府劳次势力，其所将诸郡2000石子弟从征者，悉除太子舍人。二，注一序汉制，太尉常使1000石，院属24人，令史及御属22人也。注二序汉制曰：太子舍人至200担，无缘更直宿尉也。是时堵尉，仅因皆侍中奉车驸马都尉，四家境。修地宅，穷极工匠。T.G. 662。明年，诏曰：大将军县，前岁出征，克灭北狄，朝加封。赏故让不受。旧事旧典，并蒙爵土。一其封县冠军侯，1.2万户。独眼侯、景汝阳侯、阴夏阳侯各6000户。县独不受。封，遂将兵出镇凉州，以侍中邓蝶行征西将军事未复。注意西汉故事，地就皆封侯。北单于以汉还氏弟复遣车携除王等款居延塞，欲入朝见。愿请大使。县上遣大将军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凤迎之。会北单于为南匈奴所迫，被创遁走，故至司渠海而还。现以北虏为弱，遂欲灭之。明年，复遣右校尉耿奎司马任上。赵博等将兵及北虏于今为山，大破之，克获甚稀。北单于逃走，不知所在。献济平匈奴，威名大盛，以耿奎任上等为爪牙邓蝶。郭黄卫心腹，班固复一之徒，皆至幕府，以典文章。四使首令多出其门。尚书仆射至受乐辉并以武艺相继自杀。一，由是朝臣政者望风承旨，而笃禁卫特进，得举例2见礼一。三公警卫执金吾，因光禄勋，权贵显赫，轻动京都。虽聚焦纵而警卫尤甚，奴克提其一以行义，亲临小人，3强夺财货。
篡取罪人，欺掠妇女，商贾闭塞如必寇仇，有司未末，莫敢举奏。太后闻之，使业者侧免警官，以特进就朝位。因少好经书，节约自修出卫魏郡，迁颍川太守。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，魏充满朝廷。叔父罢魏成文校尉，罢弟裸将作大将，裸弟家。少府其卫士中将大夫郎吏10余人。祝一寿，至运子。祝二汉法三公的举例。DG 663。祝三汉官仪曰：执金吾提其200人。说文曰：提，国丹黄色也。言奴客即提其并未纵横也。献计负重劳，临嗣滋甚。4年，封邓蝶为穰侯。蝶与其弟步兵校尉累及母元，又献女暗射生校尉郭举，举父长乐少府皇。一皆新交结。元举并出入晋中，举得信太后，遂共图为杀害。帝因知其谋，乃与晋信中常侍郑熙定议诛之，以献在外，虑其惧祸未乱，忍而未发。会献及邓蝶班师海京师，诏使大鸿胪池结交营，四军力各有差。献等既至，帝乃信北宫，诏执金吾。武校尉乐兵屯渭南北宫，闭城门，收捕蝶垒黄举皆下狱诸家属喜合浦。遣业者仆射收献大将军应受，更封魏冠君侯。献及独景因皆遣救国。帝以太后故不欲明诸县，未选言能相督察之。献独景到国，皆破令自杀宗族兵。贺以献为官者皆免归本郡。因以素自修，不被逼迫，明年作丙。驾平人2喜封罗侯，不得陈立人。3出窦后之赠梁氏献等欲有谋焉。永元10年，梁唐兄弟4喜酒征还，陆游长沙逼，因令自杀。后河西邓后临朝，永初3年，诏诸窦前归本郡者与安封侯。万全据海京师，万全少子张。祝仪太后居长乐宫，故由少府至2000石。祝2丙给也。驾代平人，非侯家之法，故作焉。祝3罗，现属长沙郡，在今越州湘阴县东北。祝4堂及兄庸，雅地宅并梁怂子也。论曰：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息，连年以示匈奴，国浩泰。半以而华鲁魏之盛，后世犹传其良将，岂非以身名自忠邪？DG 664。窦宪律羌虎鞭杂之师，一举而空朔庭，至乃追奔击落之表引。马比低之去，明时复鼎，见告清妙。列其公庸，兼冒于前多矣。而后世莫称者，张默信以降其实也。一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。而夫2、3子得之，不过防卧之嫌，非复搜阳仄漏，选举而登也。3当亲并奴仆之时4窦将军念旧之日5乃拥立之不暇4明之无臣6何义列高于享崇好乎？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，信矣。以此言之，是有怀完颜以救微臣者，亦何可知哉？7祝一将损也。祝2论语曰：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，留天下之恶皆归焉。祝3、2、3子为魏或及献也，皆原交房为沃之恩耳。祝4为卿本平阳公主家童所生，乡者见之曰贵人。冠至封侯，卿笑曰：人奴之生，无吃骂足以安得封侯哉？祝5为太后避之南宫，欲诛之日也。祝6无至诸葛瑾曰：师旦之父司一名也。祝7完颜，美玉也。楚辞曰：怀完颜以为心之计也，亦何可计？言其多也。张字伯相，少好学，有文章，与马融、崔苑同好，更相推。见1
祝义荣即与窦伯相书曰：孟灵奴来赐书，见手机，欢喜何亮见于面也。DG 665。书虽两指，执8行，行7字。永初中3府遭枪寇，张避难东国，家于外黄。一居平，横户书识2公勤孝养，然讲读不辍。太仆邓康3闻其名，请欲与交，张不肯往，康以此意重焉。是时学者称东关魏老士臧，是道家蓬莱山。嗣康遂见张入东关卫校书郎。驻于外黄，现属陈留郡，故城在今汴州雍丘县东。驻2庄子园县边朋卫户，论语言回范书史也。驻3邓真之子，禹之孙。驻4老子为守臧史，复为柱下史，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。事件史记，言东关荆棘多也。蓬莱、海中神山为先府幽津，秘录并皆在焉。顺帝初，张女年12，能属文，以才貌选入掖庭，有宠。与梁皇后并为贵人。擢张为羽林郎将，一千屯骑校尉。张谦虚下士，收进10倍，甚得名誉。是时梁窦并贵各有宾客，多交购其贤。张推心待之，故得免于患。祝仪序汉制曰：羽林郎至200担，无缘，常宿为侍从也。贵人早卒，帝追思之无以赵史官述碑宋的张自谓之词。贵人末后，帝礼待之无衰。永和5年迁少府，汉安2年转大鸿胪。建康元年，梁后称制张自勉卒于家。钟子堂有俊才，官至虎贲中郎将，赞曰：捆捆安丰，亦称才雄。一提河右，奉图归中。2孟孙明编，伐北开西。3 DG 666。现时空漠，远兵金山。听家龙庭，漏石晏然。4虽泽者鼎，王陵以宣。5注意楚辞曰：捆捆款款也。王义注曰：至纯一也。义有史也。注2奉图者，为继奉外戚图，乃归于汉也。注3骂运阴仙。注4家胡乐也，老子作之。注5鼎3足3公象。折足者，言其不生刃也。亦曰鼎，折足复公素也。DG 667。后汉书卷24。马援列传第14。子廖子房兄子延族孙棱。马援字文渊，夫茂陵人也。其先赵奢为赵将，号曰马服。君子孙因卫士。武帝时，以立2000字邯郸喜焉。2曾祖父通，以功封众。何侯作凶和罗反，被诛。3故元在世不显。4元3兄况于元武并有才能，王莽时皆为2000。6注意马服者，言能服御马也。史记曰：赵惠文王以奢有功，赐爵号为马服君。注2东关记曰：喜茂陵城欢礼。注3重河，现属渤海郡，故城在今沧州乐陵县东。马和罗与江冲相善，冲祭诛，遂据罪及己，谋反伏诛。事件前书。注4祖及父不得为显任也。东关汉记，通生兵，宣帝时矣。郎持节，号使君。使君升众，众官至玄武司马。众生元。注5东关记曰：况字长平，余字圣卿，元字记主。注6况，河南太守。余中垒校尉。元增山连律。元年12而孤，少有大志，诸兄其之。常受其师，亦不能。DG 668。守张据亦乃辞况，欲就边郡田牧。2况曰：汝大才，当晚。成良公不视人以仆，且从所好。僧会况卒，原行服欠年，不离木所。进士寡嫂，不冠不入炉。嗣后为郡都邮，送囚治司。命府武囚有重罪，
元哀而纵之，遂亡命北地。预设因流牧，续宾客多归附者，遂亦属数百家。六转有陇汉贤，常谓宾客，曰：丈夫未至，穷当一间，老当益壮。因处田牧，置有牛，马羊数千头，谷数万斛。继而叹曰：凡职或财产，贵其能施。正也，否则守前鲁耳。乃尽散以班昆地故旧，申一阳求皮稿。注意东关记曰：受其师，师是颍川满昌。注二东关记曰：原以况出为河南太守，赐两兄未立京师。见家用不足，乃辞况欲就边郡畜牧也。注三从其所请也。注四卢舍也。注五王莽至司命官，上宫以下皆纠察。注六许汉书，原过北地任事畜牧。自元祖兵，本克天水，负重右常尉牧帅师令。是时原为护院使者，故人宾客皆一。元王莽末，四方兵起，莽从地为将军领广昭雄郡，乃辟元籍。同县原设卫院一，见之于莽。莽以设为镇戎大尹，二原为新城大尹。三及莽拜元兄元时魏增山连律，四与元俱去郡，复避地凉州。世祖即位，元先邑洛阳，帝遣元复郡卒于关。元因留西州，韦骁甚敬重之，以元为睢的将军，与决筹策。注一设字句先，见前书。DG 669。注二王莽改天水为镇戎，改太守为大尹。注三莽改汉中为新城也。注四莽改上郡为增山，连律邑太守也。莽法典郡者公位，穆侯称族正，伯称连律，其无封爵者谓尹也。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，萧使元往观之。元素与述同礼汉，亦相善，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，而述圣臣必位，以言元入。交拜礼毕，使出旧馆，更为元至都不单一二交让冠会百官。于宗庙中立就交之位，数鸾旗毛旗，三锦壁旧车庆者而入。四里享官属甚盛，欲授元以封侯大将军位。宾客皆乐留元小。之曰：天下雄辞未定，公孙不兔不走营国事，无与图成败。反修饰蝙蝠，六如偶人形。七此子何足久积天下事乎？八因辞归谓萧曰：子阳井底蛙耳，久而妄自尊大，不如专一东方。注意说文曰：汉吕也。杜预注左传，汉吕门也。注二东关记曰：都作答。史记曰：达不千匹。前书音译曰：达不百蝶不也。合成篇散文曰：都至。错履无极，皆不明。方言曰：产一，江淮南楚之贤。谓之迭，观之东西谓之单一。注三解在公孙述传。注四庆者者，屈身如庆之曲折，进也。注五卜始也。史记周公介伯禽曰：无一木三握发。一时三兔卜，有恐失天下事心也。注六言若不伯修整其蝙蝠也。左传曰：如不伯之有福焉。谓之度，使无谦。注七礼记曰：未勇者不仁。郑玄云：勇偶人也。DG 670。有面目激发，有似于生人也。勇因勇。注八姬流也。注九言数志是扁狭，如坎井之蛙。是见庄子。建武4年冬，萧使元奉书洛阳。元至，引荐于宣德殿。是祖营校尉元曰：卿遨游二帝前，今见卿，使人大眠。元顿守辞谢，因曰：当今之事，非独君则臣也，臣亦则君矣。一臣与公孙述同县，少相善。臣前至蜀，述避己而后进臣。臣今远来，陛下何之非刺客奸人，而简易弱士？二弟父笑曰：卿非刺客，故说客耳。
元曰：天下反复道名字，者不可胜数。三今见陛下，恢廓大度，同服高祖，乃知帝王字。有真也，必甚壮之。元从南信黎丘转至东海，及海以为代诏使太中大夫来设持节送元西归陇右。注一家语曰：君则臣而任之，臣亦则君而事之。注二东关记曰：元出道，令众黄门引入，时尚在宣德殿。南五下干则作，故云简易也。注三道游妾也。韦骁与元共卧起，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的诗。一元说骁曰：前到朝廷，上引荐数十，二每皆谚语，自细至淡，才名勇。略非人敌也。且开新建成，无所引服，扩达多大节，略语高。必同经学博览，正是文辩，前世无比。骁曰：卿谓何如？高帝元曰：不如也。高帝无可无不可。三经上好立事，动如节度，又不喜饮酒。骁亦不义，曰：如卿言，反复胜。邪？然雅行元故遂遣长子寻入职。元因将家属随寻归洛阳，居数月而无他职任。元以三府地旷土沃，而所将宾客委多，乃 PG 671。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，帝许之。注一流游传也。注二东关记曰：凡14件。注三此论语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。会韦骁用王元纪，亦更狐疑，一元数以书记则辟于骁。骁愿元被己，得书增怒，其后遂发兵拒汉。元乃上书曰：臣元自念归身圣朝，奉侍陛下本无公府一言之见，左右未容之助。二臣不自陈，陛下何应闻之？夫居前不能令人治，居后不能令人宣，三与人怨不能为人患，臣所耻也。故感触冒罪计，昧死。臣与韦骁本时交友。初，骁遣陈东，谓臣曰：本欲魏汉，愿足下往观之。与汝亦可即专心矣。及臣还反，报以赤心，时欲导之。于善非感觉以非义，而骁自侠艰辛，道曾主人，似愿读之情，遂归于臣。臣欲不言，则无以上文。愿听一行在所，及臣灭骁之术，得空胸腹，身于侧，退就。龙母死无所恨。帝乃召元济事，元具言谋划，因使元将图其5000往来游。说骁将高峻任与之属，下及羌豪，未臣祸福以离骁有之。把注一胡姓多疑，故曰胡疑。注二邹阳书曰：盘木成万成之器者，左右谓之容。注三言为人无所轻重也。诗云：如至如轩，至阴丁历。反 PG 672。注四左传晋伯宗期曰：道曾主人，名恶其上。元又谓书与骁将杨广，使小劝于骁曰：春清无恙。一前别晋南，二即无因意。元贤还长安，因留上林。窃见四海矣。并赵明同情，而继孟必具背叛，为天下表的。三常惧海内窃。使思乡图猎，故遗书练练，以致恻隐之计。乃闻季孟归罪于元，而那王由翁产邪之说，四字为函谷以西，举足可定以今。而观竟何如邪？元贤至河内，过存伯春，舞见其奴籍从西方。还说伯春小弟中书望见疾，欲问伯春无他否，竟不能言。小系豪气，婉转沉中。又说其家悲愁之状，不可言也。夫怨愁可自不可悔，原闻之不自知气下也。元素之计孟孝爱曾敏，不过夫孝于其亲，岂不辞于其子？何有子抱三木而跳梁望，作自同分羹之事乎？又记孟平生自言所以勇兵西者，欲以保
全父母之国而玩坟墓也，又言苟后士大夫而已。而今所欲全者，将破亡之；所欲完者将毁伤之；所欲厚者将反薄之。既梦长者，惠子扬而不受其绝，其金庚共碌碌，八欲往复之，将难为言乎？若复则以众旨，当安从得子主给世哉？往师子扬独欲以亡乡，待久而春亲拒之。今者归老，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曹立而食，并兼侧身于怨家之巢乎？时男儿溺死，何伤而居犹哉？11. 今国家待春亲一身，以使牛如卿与诸其老大人12共说计梦，若计划不从，真可引领去矣。前批于地图，见天下郡国百有6所，奈何？欲以区区2邦，以当诸夏百有4乎？春亲事计梦，外有君臣之义，内有朋友之道。言君臣协，故当见争；与朋友协，应有切磋。13. 其有知其无成，而但为馁则舌，插手从足乎？14. 及今成计，书上善也，过世欲少未矣。15. 且来君熟天下信事，朝廷重之。其意1常读魏西周言，元商朝廷犹豫立信于此。16. 必不。复曰：人不得久留，愿即赐报。广进不达。PG 673。注意春清，杨广字。注2天水记县也。注3表游标也，言未标准，为未设的也。言背叛之罪，为天下所指涉也。注4游翁，王元字也。注5存游问也。注6三目者，谓至故及谢也。司马迁曰：一者观三目，分羹为乐养也，解见公孙述传。注7馈游入也。注8碌碌游碌碌也。注9未遇封魏朔宁王也。注10自陵，并因卑正反。注11游服也。注12大人谓豪杰也。注13古曰切，象曰搓，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。诗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注14为馁软弱也，尾因于罪反，眉因乃罪反。注15以时未遇。注16商度也。8年，帝自西征萧，至期，一诸将多以王师之众，不以远。入贤祖，既淫欲未决2。会赵元，夜至，帝大喜，引入俱矣。偶一直之。孙元因说韦萧将帅有土崩之意，兵尽有必破之状。又于帝前据米魏山谷，指化行役，开示西军所从道径往来分。西曲折，昭然可晓。帝曰：鲁在吾目中矣。明旦，遂进军至第1，萧西大会。4 PG 674。注意7县属右扶风。注2营行茂也，意见说文，寓意未定也。营因以临反。注3广雅曰直定也。注4第1解见斗容传。9年，拜元魏太中大夫，复来设兼诸江平凉州。自王莽末，西羌寇边，遂入居塞内，京城属县多为鲁友。来设奏言陇西侵，残非马元莫能定。11年夏，喜书拜元陇西太守，元乃发布，其3000人击破先灵羌于临洮，斩首数百级，获马牛羊万余头。守塞诸羌8000余人，一员将，诸种有数万，屯聚寇超，据号门隘。1元与杨武将军马成击之，羌因将其妻子辎重遗祖于允吾谷。2元乃前行贤道，言复其营，羌大惊坏，复元喜堂一谷中，元复追讨之。羌引精兵据北山上，元陈军向山，而分遣数百骑绕。袭其后，乘夜放火，击鼓叫噪，鲁遂大溃，凡斩首1000余级。元以兵少，不得穷追，收其谷粮畜产而还。
元中使冠进，帝以喜书劳之，赐牛羊数千头，元进班诸兵。贺筑一号门因告门，县名属京城郡。号水名也。门者，水流峡山咸，两岸深若门也。诗曰：夫一在门，亦其意也。今俗呼此水为何门河，盖即言之耳。筑二允无因千涯。是时朝臣以京城破羌之西，意图远多寇，意欲弃之。元上言破羌以西城多玩劳，亦可依故。其田土肥壤，二灌溉流通。如令羌在黄仲，三则为害不休，不可弃也。必然之。于是 T.G. 675赵武为太守，司令西海京城克民。武归者3000余口，10个反救。元奏为至长吏，善城郭起务后，6开导水田，劝以耕牧。郡中乐业。又遣羌豪杨封辟说塞外羌皆来和亲。又武都堤人，被公孙述来降者，原皆上父齐侯王君长赐应受，帝悉从之。乃罢马成军。筑一破羌，县名属京城郡，故城在今单州黄水县西。筑二吴会曰壤。筑三黄水名。据前书，出京城临羌县，东至允吴入河。今单州黄水县取其名也。亦名乐都水。筑四东关记曰梁同也。筑五京城客人在武威者。筑六字陵曰务，小帐也，亦曰小城。自或作强，因一股反。13年，武都参郎羌与塞外诸种未寇，杀常吏。元将4000，余人及之，至堤道县，一羌在山上，元军据遍地，夺其水草。不与战，羌遂穷困，豪率数十万户王出塞，诸种万余人西降。于是陇右清境。筑一堤道县属陇西郡，县管蛮夷曰道。元务开宽，恩信恩宽以待下，任力以直，但总大体而已。宾客故人，日满其门。诸曹识白外事，元哲曰：此诚愿之任，何足相烦？颇哀老子，使得遨游。若大姓轻小民，辖羌域屡拒，此乃太守是耳。尔谤县常有报仇者，立民经言羌反，百姓奔入城。T.G. 676郭狄道长一门，三请必城发兵。元时与宾客饮，大笑曰：稍鲁何敢复犯我？四小狄道长归守四舍，五粮不及者可没。下服。六后稍定，郡中服之。世事6年，征入为虎贲中郎将。筑一叙汉制曰：郡当边戍，城未长使。又至诸曹，愿使。筑二旅具不从之貌。筑三狄道县属陇西郡，今兰州县也。筑四稍鲁及稍羌也。筑五小玉也。四舍关舍也。筑六梁甚也。初，元在陇西尚书严夷如救助五铢钱。事下三府，奏以为未可许，是遂请。及元还从公府求的前奏南10余条，乃随牒解释，一更具表言。帝从之，天下赖其变。元自海京师，数倍进谏，为人民须法，眉目如画。二贤于进对，尤善述前事。行事每言及三府长者，下至闾里少年，皆可观听。自皇太子，诸王室闻者，莫不熟耳忘卷。又善兵策，帝常言伏波论兵。与我议和，没有所谋，未尝不用。注意东关记曰：凡13难，元一一解之，调奏其状也。注二东关记曰：元长7尺5寸，色理发肤，眉目容貌如画。初，眷人为嗣，一妖言称神，有弟子数百人，作伏诛。后，其弟子李广等宣言似神话不死，以狂惑百姓。17年，遂共聚。会土党攻每宛城，二杀宛侯刘敏，自称南越大师。
遣叶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，复魏广所败。于是使元发诸郡兵和 T.G. 677万余人，击破广等，斩之。注一卷，县名属河南郡，故城在今郑州元武县西北也。注二宛，县名属庐江郡，今舒州让宁县。宛因下版反，右下管反，右交指女子征策及女帝征二反，义公梅岐郡、九真、日南、合浦蛮夷皆应之，寇掠岭外60余城，策自立魏王。于是喜书，拜元伏波将军，二以福乐侯刘龙卫父，三都楼传将军段志等南。即交趾，军至合浦而至并卒赵元，并将骑兵。遂沿海而进，随山勘道千余里。48年春，军至浪博上，与贼战，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将者万余人。元追征策等至晋西，数败之，贼遂散走。明年正月，斩征策征二，传首洛阳。5. 封元为新袭侯，10亿3000户。元乃及牛师酒楼享军事。6. 从荣为官属曰：吾从地少由长哀吾慷慨多大志，曰是生一。是，但取衣食财足，乘下泽车，弃御款断马，8位郡院使守。坟墓乡里称善人，斯可矣。至求盈余，但自苦耳。方无在。浪博、西里贤、鲁未灭之时，下辽上务，毒气重征，仰视非冤。喋喋堕水中，久卧念少由平生时语，何可得也？今赖士大夫之立，备蒙大恩，委先诸君欲配金子，且喜且眠。历世皆服称万岁。注意征策者，弥陵县洛江之女也，嫁为朱渊人师所妻，甚雄勇。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，策怨怒，故反。注二东关记曰：原尚书臣所驾伏波将军印书服。4. 选外相，承系令印，系字为白下阳，承印4下阳，为印白下人，人下阳。T.G. 678及一县长吏，印文不同，恐天下不正者多。符印所以为信也。所宜其同。见小古文字者，是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。奏可。注3福乐，县名属九真郡。注4堪，楚也。注5岳至云，征策兵起，都弥陵县。及马援讨之，奔入。今西却就众2年，乃得之。注6师游律也。诗曰：诗久有序。毛长注云：以匡。曰诗，诗因所以反。注7周礼曰：车人谓车，行则者欲短骨，行山者欲长骨。短骨则立，长骨则安也。注8款游环也，言行断迟缓也。注9渊，吃也。喋喋堕帽也。喋因都喋，太喋二反。元江楼船大小2000余艘，战士2万余人，尽及九真贼征策。余党都阳等自吴公至居封，亦斩获5000余人，较南西平。2. 元奏言西余县户有32000。3. 元借去庭1000余里。4. 请分魏丰西、望海2县，许之。5. 元所过者魏郡县治城郭，川渠灌溉，以立其名。调奏乐律与汉律。国者10余世。6与越人声明旧制，以约束之。自后落岳奉行马江。军故事。7. 注意吴公，居封2县名，并属九真郡。居封今爱州。注2教，领教也。尔雅曰：山锐而高曰教。教因渠妙。反。广州记曰：元道交趾，立同柱，魏汉之极界也。注3西余县属交趾郡，故城在今胶州龙边县东也。注4亭，县亭也。注5丰西、望海县并属交趾郡。T.G. 679。注6伯乖传也。注低落者，月别名。
20年秋，镇旅海京师军历经仗义，死者14.5。4援兵，车一乘，朝见位次9卿。元好旗，善别名马，与交趾的落月铜鼓，乃助为马氏1。还上之，因表曰：夫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。而马者甲兵，之本国之大用。而宁则以别尊卑之序，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。昔有奇迹，一日千里，伯乐见之，昭然不惑。3. 晋士有西河子瑜，一名相法。子瑜传西河宜长如，长如传。茂陵丁军都传承继杨子阿。陈元长师世子阿，受相马鼓。法考之于形事，则有验所。陈馀以为传闻不如亲见，是谨，不如察行。今欲行之于生马，则古法难被据，又不可传之于后。孝武皇帝时，善相马者东门金寺著作同马法献之，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，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。陈景一疑视之，中博士口，使谢氏纯其丁氏身中被此数家古象以为法。五马高3尺5寸，为4尺5寸。有诏至于宣德殿下，以为名马是焉。注一事法也。裴氏广州记曰：李辽铸铜魏鼓，鼓为高。大魏贵面阔丈余。出城悬于庭，客陈置酒，招致同类来者迎门。豪父子，女以金银为大差，只以扣鼓扣尽，留以主人也。注2史记平准书曰：以为在天莫如龙，在地莫如马。注3伯乐，秦穆公时善相马者也。桓宽言铁论曰：其迹。复言车垂头于太行之斜，见伯乐则喷而长鸣。注4东门，姓也，今名也。注5元同马相法曰：水火欲分明。水火在鼻梁孔显也。PG 680，上唇欲急而方，口中欲红而有光，此马千里。汗下欲深，下唇欲缓，牙欲前向，牙欲去齿1寸，则400里；牙其锋，则1000里。目欲满而泽，腹欲冲，珠欲小，既柱欲长，悬薄欲厚而缓。悬薄骨也。腹下欲平满，其沟欲深而长，而息本欲起。肘翼欲开，膝欲方，蹄欲厚3寸，坚如石。其因居其反。初，元军还将至，故人多迎劳之。平陵人孟季，名有季。某余作贺元。元谓之曰：吾望子有善言，反同西人邪？袭伏波将军陆伯得开至7郡，才封数百户。一今我为劳，唯享大献，公保赏厚，何以能长久乎？先生昔用相继，季曰：余不及。元曰：方今匈奴乌桓上扰北边，欲自请。及之，男儿要当死于边也。以马革裹尸还葬耳，何能卧没尚在？而女子手中血。季曰：亮位烈士，当如此矣。注一汉书曰：平南越以为南海、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诸崖、丹耳9郡。今此言7郡，则与前书部同也。还越于会匈奴乌桓寇扶风，原以3府侵扰，园林为逼。因请行，许之。自9月至京师，12月复出屯襄国。遗诏百官，祖道。原谓黄门郎梁松窦固曰：凡人位贵，当时可见，如卿等欲不可复见，居高坚自持，免私鄙言。松后国以贵满至哉，故意己不免。注意襄国县名属赵国今行州龙冈县也。PG 681，明年秋，元乃将3000骑出高柳，行雁门、代郡、上古丈塞。乌桓后者见汉军至，鲁遂散去，元无所得而还。元常有疾，梁松来后之，独拜末下，元不达。松去后诛。
子问曰：梁伯孙弟案，宜贵重朝廷，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大。人奈何独不畏礼？元曰：我乃松父友也。二虽贵，何得失？其序乎？三松尤氏恨之。祝一松上武因公主，而雅曰：女子之夫未案。祝二松父同也。祝三礼记曰：借父之职有，不畏之进，不敢进，不畏之退，不敢退，不问，不敢对。郑玄曰：进父同治，如是父也。24年，武威将军刘尚及武陵武西蛮夷，亦深入军闾。元因父请行。10年62，帝敏其老，未许之。元自请曰：臣尚能备甲上马。帝令视之。元具安故免，以示可用。帝笑曰：矍铄哉是翁也。2岁遣元律中郎将马虎耿、舒、刘匡、孙勇等将12郡牧士及持行4万余人征武西。元夜与宋者绝，谓有人夜者度因曰：吾受厚恩，年迫于日所。3常恐不得死国事，今或所愿，甘心瞑目，但为长者加而祸在。左右或与从事，殊难得调，戒戒独恶事耳。4明年春，军至临湘，吴遇贼攻陷，元迎击破之，斩获2000余人，皆散走。入竹林中，筑一立原注水经云：武陵有五溪，谓雄溪、蛮溪、有溪。五溪、陈溪，溪是蛮夷所居，故谓五溪蛮。皆盘户之子孙也。土卒熊作熊，蛮作朗，武作武在。PG 682，京城州界，祝二矍铄，勇茂也。东关既作灾事翁，因许服反，祝三所进也。祝四长者加而为权要子弟等，戒戒犹耿耿也。祝五东关季约2月到武陵临湘也。初，军次下卷1，有2道可入。从湖头则路近而水险；2从冲则途夷而运远；3地出以为宜。及军至，耿舒欲从冲道，原以为弃日废粮，不如进湖头，破其侯焉，似冲贼自破。以是，上之，帝从原策。3曰：进营湖头，贼乘高手隘，水急船不而上，会属甚。士卒多缢死，元义中病，遂困，乃穿岸卫士，以避言弃。五贼每声弦鼓噪，元者一足以观之，左右哀其壮意，莫不为之流涕。耿舒与兄好至侯偃书曰：前书上书当先急冲。粮虽难运，而兵马的用，军人数万征欲先奋。今湖头进不得进，大西服欲行死，诚可痛惜。前到临湘，贼无故自至，若夜击之，即可殄灭。伏波泪兮，欲甲湖刀亦处者止，6以示失利。今果及义，皆如书言。演得书奏之，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诚一则问元，因代监军。会元病卒，松素怀不平，7岁因事献之。帝大怒，追收元欣喜。侯应受。注一下卷，县名属长沙国，故城京城州园陵县。卷因字言反，注两湖头，山名也在京城州园陵东。武陵记曰：此山头与东海方湖山相似，神仙多所游集，因名湖头山也。注三冲，县名属武陵郡，冲因昌荣反，注四恶池也。PG 683，注武陵记曰：湖头山边有石窟，即原所穿是也。室内有蛇如百湖船大，云是原之于陵也。注六言四商湖，所至之处则停留。贾因谷，注七以元往受其拜。初，兄子言敦并喜机义，义而通亲侠客。元前在交趾，还书戒之曰：吾欲汝曹文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而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论一人长短，忘是非正法，二此无所大恶也。
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汝曹之无恶之甚矣，所以复言者。诗经节离，身父母之戒，三欲使汝曹不忘之耳。龙伯高敦后周，慎口无则言，谦曰节俭，廉公有威，无爱之众之，愿汝曹所之。度计量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。四父丧至客，庶俊必至，无爱之众之，不愿汝曹所也。所伯高不得犹未警示之事，所谓刻骨不成上类物者也。五孝计量，不得现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。迄今计量，尚未可知，郡将下车者切齿，周郡以为言，吾常谓寒心，是矣。不愿子孙所也。计量名保京兆人，时为乐骑司马。六保仇，人上书，宋保卫行伏伯，乱偶获悉，伏伯将军万里还书以戒。兄子而梁松，窦固以之交结，将善其亲卫，败乱诸夏。书奏帝赵则松固以宋书及原借书示之，松固叩头流血，而得不罪。赵免保官。国高名数，一京兆人，为山都长，戚游。此卓拜零陵太守。八祝一病于之子也。喜因许立反。祝二为讥刺时政也。祝三说文曰今交任也。诗云清洁其离。卯常祝云离妇人之徽也，女诗经节税。尔雅曰离。P.G. 684蕊也。郭璞注曰及今之乡音也。以礼父戒女曰戒之敬之，夙夜无为命。母戒之曰戒之敬之，夙夜无为公事也。注四轻重合宜。注五物压也。注六序汉书曰乐骑司马至千石。注七山东县属南阳郡，故城在今襄州义清县东北，今名故城也。注八今永州也。初原在交趾，长耳益以时，用能轻身省域，以胜瘴气。亦南方益以时大，原欲以为种，均还载之一车。时人以为难，普真怪，权贵皆望之。原时方有宠，故莫以闻。及卒后有上书赠之者，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兮。尔麻胡与于陵侯侯玉等三皆以张言其状，帝亦怒。原妻奴黄惧不敢以丧骸就营，才买城西数亩地早葬而已。四宾客故人莫敢吊会，言与原妻子曹所相连，亦缺请罪。帝乃出松书以示之，方知所作。上书诉冤，前后六上，辞甚哀切，然后得葬。注意《神农本草经》曰：亦以味甘为寒，主风湿地下气，除筋骨邪气，久服轻身益气。注二羲之有文采也。注三玉司徒侯霸之子也。注四才景也，与才同，早曹也。以不归就营，时全葬，故称早。右前云杨令同郡诸伯义阙上书曰 P.G. 685陈文王的圣政，不忘人之功，亦采其医美，不求备于西。二故高祖设蒯通而以王礼葬田横，三大臣旷然，咸不自疑。夫大将在外，谗言在内，为过者计，大功不继，诚为国之所甚也。故章邯为口而奔楚，四燕将惧辽而不下。五岂其甘心莫归哉？道巧言之伤类也。六注一周书曰：继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也。注二论语周公谓鲁公曰：不使大臣怨乎不已，无求备于一人。注三蒯通说韩信被汉，高祖征通志，是不诛。田横出自称齐王，汉定天下，恒有以500人保于海岛，高祖追恒，恒自杀，以王礼葬之，并见前书也。注四章邯为秦将，时人请示至咸阳，赵高不见，有不信。
知兴使还报韩谓赵高禅之，遂降项羽。著吴史记曰：燕将攻下聊城，人或禅之于燕，燕将拒诛。因保守聊城不敢归。辽即今亳州聊城县也。著六莫归由下记也。诗云：巧言如簧，类善也。窃见故伏波将军新袭侯马元，拔自西州，倾慕圣义，贤官。显然一处冒万死，孤立有贵之贤，谤无一言之左持深渊。入虎口，其故既哉？尔名字之当要七郡之使，剿封侯之福邪？8年，车驾西逃韦骁，国际狐疑，西营未及，原见一进之策，卒破西州。即吴汉下陇，既路断隔，唯独敌道为国坚守，是名。击困，即命漏客。元奉赵西使，正为边西，乃召集豪杰小幼。羌戎谋如涌泉，亦如转归。3岁就倒县之急，4存己亡之城。5兵全失尽，因粮敌人陇既略平，而独守空郡，6兵动有。PG 686。攻失尽者克。诛除先灵，元入山谷，猛怒力战，非使灌尽。又出征交趾，土多瘴气，元与妻子生绝，无悔令之心。7遂斩灭征策，克平一州。8贤妇难讨，立县临乡，失已有。业未尽而死，立事虽易，元不独存。夫战或以久而立功，或一速而致败，深入未必为的，不尽未必为非。人心其乐久屯绝，必不生归哉？为元的是朝廷22年，北出塞漠，南渡江海，触冒害气，将死军士9名灭绝，国土不传。海内不知其过，悉数未闻其毁，足遇3夫之言，恒被巫网之缠，实家属杜门。葬不归墓，愿系并心，宗亲不立。死者不能自列，生者莫谓之。宋臣妾伤之。著一贤官由其躯也。著2战国策曰：魏安离王魏秦将入朝，周兴止之。王曰：许晚谓我曰：若入不出，请训寡人以守。周兴对曰：今有人谓臣入不测之权，而训臣以属守，可乎？晚之守犹属守也。求王于不测之情而训王以守，妾为王不取也。司马迁书曰：垂耳虎口。又曰：夫人臣出万死，不顾一生之计，复公家之。南魏元时韦骁也。著三归，元也。孙子曰：战如转元10余万仞之山者亦也。著四孟子曰：当今之时，行人正，人悦之，有解于导县也。著五己因齐，己晋也。著六首因事受反。著七令由恨也。著八南海、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日南、九真皆属交。PG 687。周。著九江，蒲也。著时韩子曰：庞贡与魏太子执于邯郸，共谓魏王曰：今一人言是有虎，王信乎？王曰：否。2人言，王信乎？王曰：否。3人言，王信乎？曰：寡人信。庞贡曰：夫士无虎名矣。然3人言，诚是有虎。今邯郸去，未远于是，谤臣者过3人，愿王孰察之？夫民主农于用赏，约于用刑。高祖常与陈平金4万金以贤储君，不问出入所谓。岂复以前古贤哉？夫操孔腹之中而不能自免于蝉，此邹阳之所悲也。亦诗云：取彼蝉人，投必柴虎，刺虎不食，投必有北。有北不受，投必有号。2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，为陛下留司庶儒之言。3无始功。臣怀恨黄泉。臣闻春秋之役，罪以公除。4圣王之嗣，臣有5。亦吾若元，所谓以死秦氏者也。
愿下公卿平原公罪宜决疑，去以验海内之望。注意史记邹阳书曰：习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。宋信子罕之计而求莫敌，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单于。注二师小雅相伯篇也。地于也，昊天也，头与昊天，治其法也。注三言如同树无知也。高祖曰：树如己败无事。注四公羊传曰：下灭相，孰灭之？其灭之，何谓不言其灭？谓桓公会也，以桓公常有继绝存亡之功，故君子谓之会也。注五礼记曰：夫圣王之治祀也，法师于人则祀之以死，秦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撼大患则。PG 688祀之。陈年已60，常服田里，窃感栾不哭彭越之意，以冒陈碑。愤，战力缺庭。注意前书曰：彭越为梁王，栾不为梁大夫始于齐。愿以谋反，枭首洛阳，赵有收视者捕之，不使还奏事越头下，此而哭之。书奏报归田里，书奏报归田里。国自属阳，年12能诵诗书。长后元凶旷，伯衣方领。能举步一词言贤雅，2元才之书，见之自失。况知其意，乃自酌酒谓元曰：诸伯小气速成，至尽此耳，足当从汝秉学。勿谓也。三诸伯位20，又扶风请示守卫承载，4级元未央君，封侯，而伯位不过县令。元后虽贵，常待以救恩而卑侮之。伯欲身自轻，及元欲谗，唯伯能中焉。肃宗即位，追赐伯子谷2000斛。5. 注一序汉书曰：伯能说韩诗。前书音译曰：井下诗。今领正方，学者之福也。举不者，回旋皆中规矩。注2贤因贤。贤雅由陈进也，司马相如曰：雍容贤雅。注3丙寿也。注4渭城，县名，故城在今咸阳县东北。前书音译曰：世守者，世守1岁，乃魏真，食其全奉。注5东关记曰：张帝下诏曰：告平陵令，城县人故。云阳令朱伯见武中以伏波将军绝土不传，上书陈状不顾罪。立怀金善之志，有烈士之风。诗云 PG 689，无言不酬，无德不报。其以献剑谷2000斛赐伯子若孙，勿令远逸缺谢。初，元兄子暗王盘子时，亦王莽从兄平阿侯人之子也。莽拜韩永父资居故国，为人上气节而爱事好诗，有名江淮贤。后游京师，与忏魏殷兴，大司空朱福，其王张贡相友善。元为节子曹训曰：王氏废姓也，子时当平居自守。而反游京师长者，2用器自行，多所临者，其败必也。后遂于韩国与私立校尉苏业、丁弘氏相连，作死洛阳狱。而盘子素复出入北宫及王侯邸地。元谓司马吕种曰：三见五之源，名为天下重开。自今以往，海内日当安耳。但忧国家诸子病状而救防未立，似若多通宾客，则大欲其矣。清曹介甚之。及郭后薨，有上书者，以为素等受诸之家客。因事生乱，律治灌高，任章之变。武帝怒，乃下郡县收捕诸王。宾客更相牵引，死者以千数。吕种亦欲其祸，临命叹曰：马将军诚神人也。注一子时，盘字也。注2长者为豪侠者也。注3是元行军之司马也。注4旧防，诸侯王子不许交通宾客。注5张敖为赵王，其相灌高。
高祖不理赵王高耻之志，人毕中欲害高祖，又任张富宣或侍女案作谋反诛。宣帝辞昭帝庙张乃，悬浮夜入庙，待帝至欲未逆，发觉伏诛，并见前书，永平出元女立为皇后。显宗图画见武中名臣列将于云，还亦以交房故独不及援。DG 690东平王仓官图言于帝曰：何故不画伏波将军相？帝笑而不言。至17年，元夫人卒，乃更修封树，起祠堂。祝义云台在南宫也。建初3年，肃宗15关中郎将持节追策，是元曰忠诚侯。四子廖、房、光、克卿。克卿幼儿其仪，年6岁，能应接诸公，专对宾客。常有死，罪亡命者来过，克卿逃匿不令人知。外若纳而内神敏，元甚奇之，以为将相弃，故以克卿自焉。元卒后，克卿亦夭没。注意张仪与亲并为克卿，故取名焉。事件史记论曰：马元腾生3府，遨游2地，即定节立谋，以干始主。将怀复鼎之愿，盖为千载之欲焉。亦然其借人之祸至以2，而不能自免于谗戏，其功名之计，理固然乎？3夫力不在身，以知谋事则治，虑不思己，以知断义必立。诚能回观物之志而为反身之察，若失之于人，则能数自见，其情亦明矣。4. 注一引复鼎以干汤。光武与窦融书曰：千载之欲也。注2位介窦固、梁松、王盘、吕种等皆如所言也。注3居功名之地，缠构一心而能免之者少矣。注4见人之谓智，自见之谓明。以自见之明为见人之用，其余物理岂不通乎？DG 691廖字敬平，少以赴任魏郎。亦明德皇后季历拜廖为羽林，左监虎贲中郎将。显宗崩，授仪赵典掌门禁，遂代赵熙为忏尉，肃宗甚尊重之。注意东关记曰：廖少习易经，亲曰陈敬。元及武西吴公，卒于师，廖不得4爵。时皇太后宫吕节俭，侍从简曰：廖虑美业难中，上书长乐。公以劝承得政，曰：臣按前世诏令，以百姓不足，起于世上。奢靡，故元帝罢服官，亦成帝欲晚意哀帝去乐府。然而耻，废不习，至于衰乱者，百姓从行不从言也。三夫改正遗风，必有其本。传曰：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创班；楚王好戏邀功，终多饿死。四长安语曰：五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1尺；城中好广眉，四方且半额；城中好大袖，四方全匹帛。斯言如系有切事实，前下制度未己，后稍不行，虽获利不奉法良，由慢起京师。今陛下功服后增，斥去华氏，肃监所安，发自胜。幸又此城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望，浩大之福，莫上于此。陛下既以得之自然，犹宜加以免序，法太宗至隆的戒成哀之部中，其意曰：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。八成令司事一敬9，则四海颂的声熏天地10。神明可通，今时可乐，而况于行人心乎？况于行令乎？愿至章作册，以当古人夜颂之音。11太后深纳之，朝廷大议，则以寻访。注意前书因议曰：齐国就有3服之官，春县冠则使为首服，完素为东服，清宵为下服。元帝曰省，故罢之。DG 692
注二哀帝即位，赵霸政羼之音，简交际及武乐等人数也。注三书曰：为上所命，从绝优好。注四墨子曰：楚灵王好细腰，而国多恶人也。注五当时晏言。注六言简素曰：后之所安。注七太宗孝文也。学莫未化，深衣一体。成帝下诏勿。重简曰：禁断起胡，女乐嫁娶葬埋过至，为侵略人所常服部。晋而帝初即位，亦为杖去锦绣，成于袭原题增而已。成帝以赵飞燕，哀帝以董贤，未简并不忠。注八横挂九三爻辞也。训下镇上，郑玄注云：训未进退，不衡其德之象。又玄护体对未毁折，后将有修入也。注九进由衷也。注十勋由征也。言方生勋天地也。注11古人无目者也。古者古诗教国子诵六诗，前书礼乐，至云乃采诗夜诵。夜诵者，其词或密，不可宣录，故于夜。中歌颂也。料性直诚未甚，不爱权益声名，尽心纳中，不屑毁誉。一有司连据旧典，奏封庙等累让不得已，建初4年，遂受封位。顺阳侯以特进就地，没有赏赐，则辞让不敢当，京师以是称之。注意王毅著楚辞云：谢故也。子玉为步兵校尉。太后崩后，马氏失意，料性宽缓，不能教乐子孙，欲遂投书怨匪。又防光奢侈，好数党羽。8年，有司奏免狱，遣料防光就封。TG 693，欲随料归国，考及误故，遗后诏还料京师。永元4年卒。何帝以料先帝之旧，后加奉父，使者吊祭，王主会丧，谥曰安。好。注一物无也，故是也未死也。子尊嗣，喜封丞相侯。尊卒，五子国除。元初3年，邓太后诏少封料孙度为颍阳侯。房字江平，永平12年，与帝光绪为黄门侍郎。肃宗即位，拜房中郎将，稍迁城门校尉。建初2年，京城陇西保塞羌皆反，移拜房行车骑将军事。以长水校尉耿公复，将北军5校兵及诸郡积射士3万人集之。军道济，而羌豪不巧等为南部都位于临洮。房欲救之，临洮道险，车骑不得方驾。房乃别使2司马将数百骑，分为前后军。去临洮时，与李卫大营多数番至，扬言大兵但当进。羌后见之，时还言汉兵胜不可当。云旦遂鼓噪而前，羌虏惊走，因追急迫之，斩首虏4000余人，遂解临洮围。房开以恩信，稍当总接将。韦不巧等2万余人在临洮西南望曲谷。22月，羌又败耿公。司马及陇西长始于河罗谷，死者数百人。明年春，房遣司马下郡将5000人从大道向其前，遣司马马鹏将5000人从咸道冲其。心腹又令将兵长10里条等将4000人绕其西，3道聚集，复破之，斩获1000余人，得牛羊10余万头。羌退走，下郡追之，反魏，所败。房南引兵与战于所西，又破之。3不巧破急，将种人万余将。赵征房还，败车骑将军、城门校尉如故。注意羌东吴稍当之后也，以其父滇吴将汉，乃入居塞内，故称保塞。TG 694。注2立原注水经云望曲在临洮西南，去龙桑城200里。注3所西，县名故城在今明州和正县东，亦名临洮东城，亦谓之赤城。沙州记云：
从东逃至西逃120里。东逃即为此城。房贵宠最盛，于九卿绝袭。光自越骑校尉迁至金吾。4年，封房尹阳侯，光为许侯，兄弟2人各6000户。房以显宗请疾，入参医药，又平定西羌，增1350户。吕上表让位据，以特进就地。皇太后崩，明年拜房光禄勋，光位忏尉。房庶言政事多见采用，是东史施行12月迎契乐，房所上也。1. 子据未尝从小侯。26年正月，以据当冠3特拜为黄门侍郎。肃宗亲御章台下殿，陈鼎祖自临冠之。明年，房父已病，起骸骨诏赐故中山王田庐，赐以特进就地。注意解见张帝纪。注2以小侯故得常从也。注3礼记约20若冠。以礼曰士冠，是于庙门主人悬。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。卒侍旅战告急，若不及即是远日如出。前期3日，士兵如求日之宜。臣服于房中西雍下，东临北上。始加资布冠，次加皮辫，次加爵辫。彼子冠于座，以折代也。3加而弥尊，冠而自知，尽其名也。注曰：令乐及臣，加耳。元服而幼稚，顺而成德。注4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独留京师。建武30年喜，封中山永平2年救国，故以其田庐赐房也。房兄弟贵盛，奴婢各1000人以上，资产巨亿，皆买京师高于。每田又大起地关，连隔林道，弥亘街路，多具声乐曲度比。PG 695。朱郊庙，立宾客奔凑，四方必至，京兆度笃之徒数百人，常卫。食客居门下，刺史守令多出其家，遂时正给乡驴故人。目不周洽，房又多牧马畜，复练羌胡，必不喜之，数加遣斥，所以禁恶甚备，由是权益稍损，宾客益衰。8年，因兄子御苑，望事有司奏房，光兄弟奢侈愚见，浊乱圣化，悉免救国。0. 上路诏曰：就是一门具救国风，40陵庙无注记先后者。朕甚伤之。其令许侯思乡田庐，有司务复请，2以为正为扬之。秦 3. 注意曲度为取之节度也。注2留之于今，守田庐而思乡过也。注3为阳，失秦风也。秦康公宋就晋文公于谓之阳，念母之不见也。其诗曰：我见旧事，如母存焉。光为人小心周密，丧母过哀，一地以示特亲爱之，乃重定。贺晋，子康，黄门侍郎。永元2年，光为太仆，康为侍中。即窦献诸光作与后山，复免旧封。后献奴乌光与献逆自杀，2家属归本郡。本郡复杀康，而房及廖子尊皆作喜封丹阳。房为翟乡侯，租岁县300万步。俄臣立名，房后以江南下师，上书起归本郡，何帝听之。13年卒。注意东关记曰：光遭母丧，哀痛感伤，行骸骨立。注2东关记曰：奴名欲当。初窦氏有事，欲当王司，从光起不语，恨去怀峡狱中光。官捕的欲当，因告言光语，现有恶谋，光以被诬不能自明，乃自杀。PG 696。光死后，现他奴郭护自出证明光，现无恶言。光子朗上书，迎光丧葬就营，诏许之。子据嗣后为长水校尉。永初7年，邓太后诏诛马子孙骸。京师随40件会如故事，复少封光子朗为河乡侯。言自微卿，
父于王莽时为扬州牧，言少孤一儿好极见，习其社。二后乃白元，从平原杨太伯讲学，专心焚典，能通春秋左氏。三英兰百家偶言，遂交结阴贤，京师大人嫌弃异之。四世郡都游，元常与记忆为以家事。帝敦字如清，义之名。元卒后，颜乃与敦俱归安陵，居巨下。武三府称其一行，号曰巨下二卿。注意东关记，于卒时，延7岁，依解案赴九江连律平阿侯王树。明年，母父中会数师郡居沛郡。建武3年于外，孙右扶封曹贡为吴安侯乡，迎延归养视之。至4年，赎复原。从车驾东征，过吴安，乃将延兄弟西。延年13至洛阳，刘季、郎朱仲孙舍，大奴部护士之也。注二东关记曰：延从其故门生四都学习剑，习其社。注三东关记曰：从司徒祭酒陈元受之。注四大人，长者之称也。注五绝录注曰：巨下地名也。明德皇后既立，延乃闭门自守，由父律治积贤，遂更西北。帝断绝宾客。永平15年，皇后敕使移居洛阳。显宗召见，严禁对贤雅亦甚异之，有诏留人受榻，与校书郎杜甫班固等杂定见武注记。常与宗室近亲林义侯刘复等论议政事，甚见宠幸。后拜将军长史，将北军武校事，与临晋兵3000人屯西。何美济一忏护南单于听至司马从事。牧守叶进同之江 PG 697。君至言过武库，既蚩尤二弟亲越阿革，三官骑士西10人。容之。注意美济县名。注二武库，掌兵器另一人至610。前书因译曰：蚩尤古天子，好武兵，故今记之。见高祖记也。注三阿取也。肃宗即位，征拜侍御史中丞，处子专卫郎，宜令劝学省中。二其东有日食之灾，言上封谥曰：臣闻日者西阳之长，时者因亲之争。书曰：无旷数官，天公人其代之。三言王者，代天官人也。故考绩处置，以明罗贬。四无功不处，则因圣灵。阳臣福建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，不务奉事，尽心为国而思。察偏阿取与自己，同则举未游义，一则终以刑法，五不及垂。投塞尔采求财路。今益州刺史朱仆，扬州刺史倪说，六凉州刺史尹业等，每行考试，则有误故，期又选举不实，曾无贬作。是使臣下的作威服也。故是州郡所举上奏，司职察能否已成。虚实。巴金一家访检，世尊前至，旧丞相御史亲至执事为。丙吉以年老悠游，不按立罪，久于是宰府席位常俗，更供亡养。以崇虚名，时或为小其职，便复迁徙，诚非见官附禄之意。宜市政百司各则以是州郡所举，必得其人。若不如言，才以法令传曰：上得以宽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故火烈则人忘耳，谓之水懦则人狭而忘之。为政者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。11如此，虽欲有体，哉省消矣。12书奏帝纳其言而免仆等官。注一专因时言反。后汉书698。注二劝年也。前书王凤见班伯于成帝，宜劝学赵建彦。逆殿是也。注三上书就由之辞。注四上书曰：三载考绩，三考处置幽冥。注五重因丁重反。注六尼因武西反。说音乐。注七考暗也。
筑八前书武帝元寿5年出至司职，第2000时长左丞相。举不法。续汉书曰：光武以武帝故事至司职，居丞相府，驻都路诸州。建武18年省之，祝九丙及字少卿，鲁人也。宣帝时为丞相，院使有罪，终无所验。公府不案例，自及时也。见前书。祝时王养由一为也。祝11左传正子产介子太叔为正之词也。祝12省义哉也。建初元年，迁武关中郎将，除三子为郎。言述见达贤能，深解渊节，多见纳用。复以武关中郎将行长乐忏为事。2年，拜陈留太守。言当之职，乃言于帝曰：袭显亲侯窦故务先帝出兵西域至伊吾、卢屯，凡废武艺。又窦勋受诛，其家不宜亲近京师。是时勋女为皇后，窦氏方宠，时有侧听言者，以告窦献兄弟尤氏。失权贵心，言下车，明赏罚，发监特郡界清净。时京师而言，贼从东方来，百姓奔走，转相惊动，诸郡皇籍各以状文。言察其虚妄，独不畏备。诏书敕问，时亦细道，言固执无贼。后卒如言。典郡4年，作与宗正刘毅、少府丁弘等更相属托征。太中大夫10余日，迁江作大将。7年，复作侍免。后继位。DG 699。窦氏所记，遂不复在位。及帝崩，窦太后临朝，言乃退居自守。训教子孙。永元10年，卒于家，时年82。帝敦，官至虎贲中郎将。言妻子亦为续荣之名。续字季则7岁能通论语，13名尚书，16制诗，博观偶籍，善9章算术。2顺帝时，为护羌校尉，迁度辽将军，所在有威恩。称荣字有传。祝一位故，抗辛专荣刘续。祝2刘徽9章算术曰：方田第1，粟米第2，县外差分。第3，少广第4，商公第5，军书第6，营不足第7，方成第8，巨贾第9。棱字伯威，元之族孙也。少姑依从兄义共居业，恩犹同。产一族5子，棱兴丧3年。注意东关纪曰：义张掖蜀国都尉。建初中，侍郡公曹举孝廉。及马氏废，肃宗以棱行义。征拜业者。章和元年，迁广陵太守。使古贵民姬奏罢言官。以利百姓，镇平雷，薄赋税，兴复皮胡，盖田2万余顷，利民。贺时送之。义永元2年，转汉阳太守，有威严称。罢将军窦宪。西屯武威，棱多奉军费，轻负百姓，献诸作抵罪。后数年，江湖多聚贼，以棱为丹阳太守。棱发兵掩击，皆擒灭之。转会稽太守，志意有声。转河内太守。永初中，作事抵罪，卒于家。注意东关纪曰：棱在广陵，蝗虫入江海，花未鱼。虾兴复皮胡，增岁租10余万斛。DG 700。赞曰：伏波好公，元字季陇。南晋落月，西图烧种。卒年以流壮情方勇。明德既生，佳作以兴。廖伐3去，防岁交陵。注意左氏传曰：宋正考府3命资一公，1命而楼在命。而语3命而府，寻墙而走，亦莫于敢武。DG 701。后汉书卷25。卓鲁魏刘列传第15。鲁公弟丕。卓茂字子康，南阳宛人也。父祖皆至郡守。茂元帝时学。
于长安是博士将生一习师，立即历算救急师法称未通。如性宽仁恭爱，乡党故旧，虽行能与貌不同，而皆爱慕欣欣。焉二注意将生，鲁人将翁也。昭帝时为博士，号鲁师宗。见前书注二东关记曰：猫为人田荡乐道，推时不畏华貌，行己。在于清浊之贤，自述发至白首，与人未尝有争竞。初辟丞相府使，是孔光，光称为长者。时常出行，有人任骑马。茂问曰：子王马几何时？对曰：月余日矣。茂有马数年，心知其谬，黑结与之，挽车而去，故曰：若非公。马幸至丞相府归我。他日马主别的王者，乃一府送马，后头谢之。茂性不好争如此，后以儒术举尉侍郎，给事黄门签密令。一劳心谆谆，是人如子，二举善而教，口无恶言，令人亲爱而不忍欺之。三人常有言不停，常受其米肉矣者。四 PG 702。茂皮左右问之曰：廷常未从汝求乎？未如有事主之而受乎？将平居自以恩亦宜之乎？人曰：往宜之耳。茂曰：宜之而受，何故言邪？人曰：窃闻贤明之君，使人不畏。利不取人。今我为利，是以宜之，利既足受，故来言耳。茂曰：汝未必人矣。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仁爱之相近是也。今邻里长，老上至愧夷，此乃人道所以相亲，况利与民乎？利故不当成威，利强请求耳。凡人之生，偶居杂处，故有经济礼义以相交接。汝独不欲修之，民能高飞远走，不在人贤邪？平常素善利，遂时宜之，礼也。人曰：苟如此，律何故尽之？茂笑曰：律设大法，理顺人情。今我以礼教汝，汝必无怨恶；以律治汝，何所措其手足乎？一门之内，小者可论，大者可杀也。且归念之，于是人纳其训，力怀其恩。初，茂道县有所废置，必人笑之，临城闻者皆吃其不能。河南郡未置守令，茂不畏贤，李氏自若。五数年，教化大行，道不拾遗。平帝时，天下大黄，河南20余县皆被其灾，独不入密县界。都由言之，六太守部，幸自出暗行，见乃服焉。驻一密，今洛州密县也。驻二谆谆，中景之茂也。诗曰：回耳谆谆，因之顺反。注三家语曰：密子见未担负载，人不忍欺。注四部为所不也。注五东关记曰：守令与茂并居，久之，利人不归往守令。注六序汉志曰：郡间县有5部，部有都邮院，以察诸县也。是时王莽秉政，置大司农6部成，劝客农桑1000茂未经。PG 703。不成，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。及莽居舍，以并免归郡，常卫门。下院祭酒，不肯作直吏。注意王莽摄政，置大司农不成13人，人不一州，劝客农桑。经书及东关记并言6部。更始吏以茂为侍中祭酒，亦从至长安，知更始政乱矣。年老起骸骨归。注一序汉志曰：侍中无缘长侍左右，顾问应对本。有仆射一人，忠心转位祭酒。时光武初即位，先访求茂，茂亦河阳夜见。亦乃下诏曰：前密令着茂，束身自修，直节纯固，诚能为人所不能为。夫名冠天下，当受天下重赏，故武王朱胄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。之驴
二今以茂为太傅，封罗的侯，10邑2000户。3自己仗车马1亿袭，蓄500斤。4父以茂长子荣为太中大夫，次子崇为中郎，给事黄门。建武4年，薨，赐官至仪。帝车驾素服亲临送葬。注意东官纪曰：茂10年70余矣。祝2王子比干纣杀之。商容因贤臣。武王入殷，命弘。邀封比干之墓，命毕公表商容之驴。表今贤也，驴李门也。事件史记。注3东官纪，续汉书皆作宣德侯。注4丹父据魏之袭。DG 704。子重嗣喜封范乡侯，官至大司农。一重族子申嗣。2申族子辛嗣。辛族子龙嗣。永元15年，龙族五子国除。注仪范乡在琅邪郡不齐县。注2申阴丑经反，右所经反。初，茂与同县孔修、陈留蔡勋、安西刘宣、楚国公胜上。榜报宣6人同治，不是王莽时，并民众当时。修字子权，哀帝。初，守新都令。遗后王莽秉权，修去官归家。及莽篡位，遣使击玄勋、数伯请为国师，遂欧血脱病，杜门自绝。光武即位，求修勋子孙，自古以经显之。刘宣字子高。安西侯崇之从弟知王莽当篡，乃便民信，报经书隐蔽灵叟。建武初乃出，光武以宣袭封安西侯。卓公圣子赐为上古太守。圣报宣氏在前书，勋氏在玄孙。雍传。注意新都现也属南阳郡。论曰：建武之初，雄豪方扰，萧乎者联想，因成者相望。一思故空总不暇给之日。2卓茂断断小载，无他庸能30矣。70余矣，而守家聘命，忧辞重礼，其与周燕之君表驴吏管。何益哉？4余是运奋归道之兵，5月官祖捐宗族，以排荆门。者希矣。夫后信宽忠近于人，犯而不孝临于庶，6律私道也。愿悔何其至乎？7注意萧虎怒也。诗曰：看如萧虎。因成言以成字。DG 705。因绕。注2字书曰：空总穷困也。给足也。日促事多，不暇给足也。注3断断犹专一也。书曰：断断一无他计。注4史记燕昭王即位，欲雪其耻，以招贤者得郭伟位。注公而失事之。注5运姬也。注6孝报也。临晋也。曾子曰：犯而不孝。注7怨为为人所怨也。悔恨也。鲁公字仲康，扶风平陵人也。其先出于鲁，清清公魏。楚所灭，迁于下邑，因是焉。势力2000时，爱平贤，自鲁而喜。祖父匡，王莽时为西河有权术，号曰智囊。姨父某，建武初为武陵太守卒官。时公年12，帝丕7岁，昼夜号。永不绝声，郡中附赠无所受，2乃归扶丧，礼过成人，乡里齐之。15与母及丕俱居太学，习鲁诗，3庇护讲诵，绝人贤。是兄弟俱为诸儒所称，学士争归之。注意匡设6馆之法以穷工商，故曰权术。注2公羊传曰：或才曰父。注3高祖使鲁申公师也。太尉赵熙慕其志，每岁时遣子问以酒粮，皆辞不受。义公连批小欲先救其民，托疾不仕。郡庶以礼请，谢不肯应母。强遣之，公不得已而息，因留新封教授。建初批举方正，公使魏郡吏。太傅赵熙闻而辟之。
肃宗及诸儒于白虎关公特，以今明的诏与其意。2 PG 706注一问疑也。注二语音喻也。昔复举公直言，代诏公车拜中谋令。公专以的化位礼，不任刑罚。宋人许伯等征田，雷守令不能决公为平理曲直，皆退而自责，辍耕相让。平常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，牛主送于公召平常，是令归牛者再三，犹不从。公叹曰：是教化，不行也。欲解应受去，愿使弃替共留之。一庭常乃免悔，还牛亦欲受罪，公事不问。二于势利人幸福。建初7年，郡国民上甲犬牙原界不入中谋。河南尹元安闻之，疑其不实，使人数愿肥亲往连之。三公随行阡陌具作左桑下有治过止，其谤有同而亲曰：而何不补之？而言至方将除。卿渠然而起，似与公决曰：所以来者，欲察君之正气耳。今虫不犯禁，此一义也；化及鸟兽，此二义也；庶子有人心，此三义也。久留徒扰贤者耳。海府具以状白安，是岁嘉禾生公便作庭仲，武安因上。书言状，帝议之。会召百官举贤良方正，公见中谋名士王方，帝即征方义公。车李之与公卿所举同，方至卫士中。公在世3年，周举游邑，会遭母丧去官，立人思之。注一序汉制曰：县治院使如郡。注二是宽待也，因时业反。注三人数院，主欲属河南尹，见汉官仪。廉察也。注四渠因久注反。注五变作于变策之处，非正事也。续汉书云：公千步。今公封以严府，府级奏上，引以其劳曰：君以明的九曲。PG 707中谋物产之化流行，天降修睿，应行而生，引甚加之。后拜侍御史。何帝出力，亦遣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吉。匈奴公上书谏曰：陛下亲劳圣思，日则不时，忧在君意，诚欲以安定北陲。为人除患，定万世之计也。臣服毒思之，未见其变。社稷之计，万人之命在于一举。数年以来，秋家不熟，人食不足，仓库空虚，国无蓄积。会心遭大忧，人怀恐惧。宜陛下功大圣之德，履至孝之行，尽量因3年，听于以载。百姓缺然，30不闻警。帝之因2莫不怀思惶惶，若有求而不得。今乃以盛春之月，兴发君意，扰动天下，以示容夷，诚非所以垂恩中国，改元政。10由内及外也。注意章帝崩也。注2 30秋夏冬也。天子出井入壁。何帝章和2年2月即位，明年春亦即匈奴。帝在量因不出，故百姓30不闻警毕。注3礼记公曰：鲁人言丁善居丧，时死，惶惶焉如有。求而不得，言百姓思地，故公引之。万民者，天之所生，天爱其所生，由父母爱其子。一物有不得其所者，则天气为之喘错，况于人乎？故爱人者必有天报。袭太王重人命而去兵，故获上天之佑。一夫戎狄者，四方之义，气也。敦一句4，与鸟兽无别。而若杂居中国，则错乱天气，侮辱善人，是以圣王之治积靡不绝而已。3注意史记，古公修后继，公留之业，国人皆待之。荣宅公 PG 708之人人皆怒欲战，古公曰：人以我故战，杀人父子与不忍威。
乃与私属进去兵止于其下。兵人举国扶老惜弱，尽复归于其下。杭国闻之，亦多归附。古公乃迎逐城郭氏乌而议之，人皆歌颂其德。武王即位，追尊。古公为大王，祝二夷平也。四放也。言平作句傲，四放无礼也。祝三字书曰鸡马骆头也。仓颉篇曰弥牛挞也。今边境无事，宜当修人行义，上于无为，令家给人足安。业乐产。夫人道义于下，则阴阳合于上，祥风时雨，复备远方。夷狄从义而至矣。亦曰有福迎否，终来有他疾。亦言干，于满我之否，诚来有我而及矣。二夫以得圣人者昌，以立圣人者亡。今匈奴为鲜卑所杀，远臧于始侯河西，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号，立其为弱，是非义之所出也。前太仆既称远出塞外，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。三白山之南，不绝如盐；四都护献梅，士卒死者如饥。武器今备其孤独，孤寡哀思之心未泯，仁者念之，以为累习，奈何？复欲习其气，不顾患难乎？今始征发，而大司农调度不足。六使者在道，分部都去，七上下相迫，民贤之急亦已甚矣。三府病粮少雨，麦根枯焦，牛死日甚，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。偶聊百姓，咸曰不可，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，弃万人之命，不恤其言乎？上观天心，下察人治，足以知事之得失。臣恐中国不为中国，企图匈奴而已哉！唯陛下留圣恩，修罢士卒，以顺天心。注一一笔挂词也。夫诚信也，否土气也。王弼注云 ：“P.G. 709，亲乎天下浊信引否，应者起一道而来，故必有他疾也。”注二笔挂坤下坎上，坤为土，否之象也；坎为水，雨之象也。坎在坤上，故曰干于满我之否。有诚信，则他人来复而及也。注三永平16年，窦固、季琛、耿炳、来苗等四道出吉凶。奴故至天山，即走呼衍王，称作不至着斜山，无所见而还。下狱免为庶人也。注四白山即天山也。言称故惧及匈奴，故至天山，称还。下狱同力兼为，故曰如言。公羊传曰中国不绝若言也。注吴永平末年，燕齐归资共攻梅都护陈牧，杀力士2000余人。注六度因大各反。注七去因卒，书奏不从。每正事有益于人，公者言其辩，无所隐晦。其后拜为鲁师博士，由世家法学者日盛。千世中数赵燕见问以得师，赏赐恩礼宠义焉。迁乐安乡，一世时东周多盗，贼偶被公劫，诸郡患之。公道重构赏，开恩信二旗渠帅。张翰等律之党将，公上以汉补国昌尉，三其余遂自相补及晋。或平之，周郡以安。注意张帝孙迁成王宠乡也。何帝改迁成国为乐安国，故城。在今淄州高苑县北。注二说文曰：以财相求曰购。注三伯昌县属千城国，今青州县也。永元9年，征拜议郎。8月，引奏斋会章台，诏使小黄。P.G. 710。门特引宫前。其夜拜侍中，赤使裴成，劳问甚渥。东迁光禄，勋选举清平，京师贵戚莫能往其政。3年，代吕盖为司徒。15年，从巡狩南阳，除。
子府卫郎中，赐驸马从驾。两时地批议卫侍中，兄弟父子并列。朝廷后作事侧免。三上帝即位，以功为长乐忏尉。永初元年，复代两委卫司徒。4. 驻遗汉官仪曰：吕盖次君，上御苑陵人。驻二父，父也。非正所成，皆谓父。说文曰：驸马，父马也。注三序汉书曰：作族弟弘农都尉秉事免官也。注四汉官仪曰：韦字伯元，河东平阳人也。初，和帝末，下令麦秋的案验薄刑，而周俊豪以科察未正，因此遂盛下断狱。公上书谏曰：臣福建诏书，尽若天时，亦忧念万民，为重和气，罪非书。死，且勿案验。尽柔良，退贪残，奉时令。二所以助仁德顺，昊天治和气，立黎民者也。助一弱顺也。尚书尧典曰：乃命羲和亲若昊天敬受人时，助二言顺月令以行事也。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，自永元15年以来改用孟夏而自立太守不升为幽冥习事之源，尽量退残之化，亦因以盛夏。征召农人，居对考验，连至无以司隶典司经师四方事则。PG 711。二而尽于春月分行诸部，拖延劳来平人，而无隐策之时烦扰。郡县连考非级，逮捕一人，罪严实数，三上逆时气，下伤农业，安邑5月购用事。四经曰：后以师令告四方。五言君，以下至之日，师命令指四方行者，所以助为因也。六行者上指之，况于代诏考略夺其实哉？注1月令曰：孟夏命太尉暂节郡，遂贤良，举长大。行爵出路，必当其位。注二汉官仪曰：司隶校尉董领京师及三府、三河、弘农。注三代及也。此所连及，即追捕之。注四东官纪曰：5月购挂用事。购挂训下干上，初六，亦因爻生5月之卦也。本多作后，古自通。注五告礼也。亦购卦象曰：天下有风，购后以师令。告四方，干为天君之象也。训为风，号令之象也。后君也，故以喻人君师令也。注六义复卦曰：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故夏至，以止行也。5月阴气始生，故曰为阴。彼年水旱伤稼，人饥流冗。易经始下，白骨全于阳气胎。养之时，2自3月以来，阴寒不暖，勿当化变而不备和气。月令孟夏断薄行，出清细。行秋令则苦雨数来，五谷不熟。3又曰：仲夏挺仲求，益其时。4行秋令则草木零落。5人伤于义。6夫断薄行者，为其轻罪以正，不欲令久系故。时断之也。臣愚以为今孟夏之治，可从此令其决预案考皆。以立秋未断，以顺时节，欲成万物，则天地以和，刑罚以轻矣。注意冗散也。PG 712。注二而雅曰：全于时也。万物皆含胎长养之时。注三正玄注礼记云：身之气成之也。虎与白鹿之类也。食物得而伤也。注四挺犹宽也。注五息之气成之也。8月宿止卯，未遇主杀。注六大陵之气为害也。大陵新名。春秋合成图曰大陵。主死丧也。初，肃宗时，段誉皆以冬至之前，自后论者互多博弈。更太后召公卿以下会议，公议奏曰：夫阴阳之气相符而行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。若不当其，
10则物随而伤。王者虽直文不同，而资道无变40之正。行之若一。月令周氏所造，而所具皆下之时也，亦其变者为正朔、服色、牺牲、徽号、器械而已。二故曰阴阴于下里，周阴于阴里，所损益可知也。亦曰乾隆勿用。3言时，1月、12月阳气潜脏，谓的用事。虽许虚万物，养其根该。4而由盛阴在上，地动水冰，阳气否隔壁而成东。故曰履霜坚冰，因使凝也。训至其道，至坚冰也。5言5月为因时起，至11月坚冰至也。注一位气候及星辰旦，皆下时也。注2下以见寅为正，服色、牺牲、徽号、器械皆上黑。阴见丑为正，上白。周以见子为正，上赤。周以夜半为朔，阴以鸡鸣为朔，下。以平淡为朔。即天地宗庙曰西，补得吉曰生。徽号旌旗之名也。器械礼乐之器及甲兵也。注3龙以御阳气，亦干卦出9爻辞。